好，不得事。好，好。哦，阿英啊，唔笑。 不谁跟你做什么？你到来，这狗官神不见了，带我快来！哈，王金英不见了哈，我们在与我追俺弄个本事头做嘞，阿哥推了媳妇就推了鸡了。小梅，你金银头到了，可以爬路奇怪。我好像是看到石头上最后一面最上来了哈。石头到我们这里，这里了。弄两大了。我把这眼开水，要风水了，快跑！我高里向跌了起来，20嘞。师兄，哎，那咋了？20岁数了，我里向毛崩嘞，对哎。毛崩不对啊，不对啊。你不是九流之地，你兄长肯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我带你到开封府高烧。
家头无状，拼命个走，我个拼性命个到了，后里刮死了，个眼睛眯拢个油啊油啊，我才洗脱了我一包上了我。呀，对面这个默默擦个，当眼说地方不晓得，当眼说地方，谁抢？市场部的旁边，俺唔讲个，我三枪住爹嘞，俺拉妹夫做官个，新大气就我来接我个，三枪人还没好哦，东西未偷哦，要偷到主气去偷。此情成就赛了，此情百姓为听，未尽父子，路途后必都听，就是将了。
声乐。教育啊！生教员必有冤情，前面到了什么地方？到美丽园。美丽园，来呀！有。踹瓦下去，美丽园复生，大声有力叫学生美丽园复生。是对呀，要对应，有人出非王正法，老虎有杀，不用情。来呀！有人来入教院，率海月城上堂。是对。大声有力教学生上堂。你来。为民伸冤，那方草民今回来入教院，可有上旨？若有长子，呈上来。去上阵李清明，上告美丽是当家，怎得了？强抢民女，杀人放火，害死私家兄弟性命一条。方大生命查求后，秉公而对。他带李清明，竟给告起当家师傅。早上上面一将来，撒有悲剧序言，乃免阿言死。包大人用兵啊！请。包拯出了命令啊！世人若后被大罪，每日打扫被虐情，小兄将兵来国王请啊！为防内少落了难，也不舍得要我命。失落金银才是中，小毛兄妹俱我命，冒死逃兵逃出来，兄妹风色苦中意，决绝眼里都是真为王大人生冤情。美令是当家张德龙，一向德高
放纵，要是老夫定不会伸手旁观。包大人，美丽是当家师傅，与后宫娘娘美妃常要，说什么他们两个人有勾结。这桩事情，老夫心中明白，下堂听审。是。哦，张德龙啊！想不到你竟为身为当家主子，与美妃有帅，有了王家颜面。没有真凭实据，老夫难以轻易下断。不妨请上梅林寺查窥真相。叫来，有。配齐十大。参谋，这包哈头与他素不来往，今日来到寺院，有道是算者不来，来者不算，须加小心。是，徒儿们拿好什么？包大人到，计算来了，打开寺院门，有请。
亲见了。哪里？包大人大驾光临，我美令寺院蓬荜生辉呀！师傅不讲了。不过包大人，你既来罪来意，为什么带了这10大银具？主子问的这10大银具不成？真是。此10大银具，乃是当今先皇属实，保证礼敬都要代代升大。非是遇到地流恶棍不法之徒，老夫便可现在怎么？主子害怕了？哪里是害怕？我又不做亏心事，怕什么？不过寺院内是清净之地，可经不知你这刀光剑气啊！对，是保证大意了。来，有放下银具。张主子，包大人，保证今日到此，一来先来拜访，二则有事相求。哎，你我之间何说求是？有事情管开口。想保证长年在外，一向为民立案。早有耳闻，你美令是东西花园司机长城，保证心下家庭也有。包大人有此雅兴，咱家理当奉陪。此师傅请。包大人请。主持包大人，想不到东华园司机长城，真叫老鸨大开眼界。哪里？东华园花草甚好，天上诗花园更好。来，你我同饮。包大人，不是咱家不让你有西花园，这西花园乃是当今美妃娘娘所造，没有娘娘意志，任何人不能有得。这样说来，今日西花园我是有眼不得，有不得了，当真水来呀！且从西花园。
送到。八角力图送动，降了八角。谢不得，谢不得，谢不得，那是娘娘出手啊！八角殿下，把这一句乱说。拖人。是。师傅长长刀。才。这具尸首因何埋在此地？哎，你说的是他吗？哎，包大人有所不知，此人乃是我寺院的xuất家弟子，平日里强抢民女，杀人放火，他是无恶不作，犯了事鬼，无劣皆胜，故所以在苦境底下自尽而死。哦，哎，我快这具尸体到外省路上来呀！有。将他便有毛大千丝万哎样，快点走！将黑的是为患。哎呦，包大人，冤枉啊！你这位将士不要害怕，哪里曾是姓氏名才？包大人，用兵啊！请。大人台上听风鸣，却听笑声把话别。我父母早早命归。留下兄弟两个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生名叫四个穷人斯文中本是兄长名。这夜焚烧为娘们，归路自上女人这句嫂嫂非被亏。美丽寺中受苦因，人问当时名归阴，总有他人，总有情。你叫斯文婷，真是妹子叫勇，是你何尝？是我家嫂嫂。你休要担心，你家嫂嫂一杯酒茶。来人，在。待他后天血扫相见。是。我嫂嫂为我着，我嫂嫂为这。来，有。向梅林寺大小石头统统拿下，待为开始。
蒋德龙，身材是远不徇私规，杀人放火，强抢有夫之妇，至今铁金石山，压上华阳，把我头！你鬼八公怎么样？你休得长话，此乃老夫开封用不得的方式。来呀，将这个恶徒要家家到，娘娘驾到，娘娘来了，两眼不过，放我，你放开我！现在起，你放开我！娘娘，救命啊！推他接将。保证即将娘娘千岁，保证，你上。谢娘娘。阿爸为亲，一家奉你。奉承何来？不知道你开封府威风凛凛，追杀，杀的是哪一个？贵宾娘娘，快丰府宰杀，乃是梅林寺石头蒋德龙。不知道梅林是当家师傅，他身犯何罪？为非是贵，杀人放火，强抢有妇之妇，害死臣民。照你说起来，他杀人放火，害死人民。若有真凭实证，他既然犯下命案，能立给斩。快在哀家坟上唱一道梅生不梅香，梅公不梅死。你少过于他，我犯三根血，走上一本，帮你封官发财。保证可杀。这就对了。哀家好言相劝，你却不听。老实告诉于你，我才知两你也不怪账。娘娘死才，你来此一步，一剑有伤。已经栽了，死了，把黑的呀，把黑的，呆子不想没经过哀家同意，尽管将师傅在手，你可要上朝？岂不上朝？好，我在今天等着你，来世才与我保驾为敌。包黑头，我看你的头是痛大，我还是缺脚，要与我小心了。好有千军，要非怒纳为情，必是凶多吉祥。来，有。将来骁勇一归城，代为京城，百岁灭降，当年作贼。
去，今日上的早早，以后本主。父王万岁，臣妾与本要主。爱妃最来。还是抱黑对妇里，他藏着父王宠着他，他尽管并不无辜，即将美令是当家师傅。今有美令员可以当面作证。原理万岁！就今日怎么？抱歉，臣查提寡人本村之下去，无查门外，一等神上。提。哪一个是美食教育？万岁，妾身便是。寡人回你。万我后来，当家师傅表示你之事，只有你知道的。谁今天之上，统统地讲出来。万岁用兵，美令是当家师傅将强于我，害得我家叔叔死里万生。他在表示我之事，曾脱口而出，是让王宫中侍宫娘娘。与我有相关，你要与我失之细了。爱妃，暂顾一别，美事教用你大胆地讲来。他说，侍宫娘娘困上于他，两下有情。大胆！你四次大胆，欲说出两声两下私通，内侍人在府司上请。听旨，将娘娘取下封官，当成人骨。万岁！曹家小妹是我救命恩人，四家兄弟一文一武，富有内在，请万岁责之。寡人死于逃离，此次园林过来听风。何不今天晚婚内侍人，点起龙凤，点起花烛。